今日幸運之神嚇？宣布最後一條錦球勾晒，牛屎一條，主要係龜王俾人走咗，輸中嘅。磅口牛屎一條，應該磅口估計。青重，仲冇抽筋，先至開口。點啊？冇啊，全靠阿叻陳走，星蟲走咗之後先至要有魚做嘅嘢。呢條水算靚嘅，呢條船都算靚啊，啲水都 OK。正宗牛屎。咦？好多啦，學生啊！好，有魚做，再會。再會了，再會了。